果大廈嘅消防裝置發生故障，就可能要安排關閉作出維修。為咗加強居民喺大廈消防裝置關閉時候嘅警覺性，以及避免其關閉對其他裝置產生連鎖影響，消防處喺2026年初發出2張新通函，要求所有消防裝置承辦商嚴格遵守。今日我哋請到香港註冊消防工程公司商會主席翁振騰先生，一齊講下消防處同業界點樣配合實行。新通函嘅其中一個重點係提醒業界喺關閉消防裝置前，必須先作全面嘅評估，避免錯誤關閉另一個系統。我哋業界嘅同事會喺關閉消防系統嘅時候特別留心，例如睇下關閉消防栓系統會唔會令到火警鐘都失效。如果發現會無可避免影響其他系統，就一定會盡快向消防處通報。另外，通函亦要求喺消防裝置損壞或者唔喺有效使用狀態時，需要喺裝置嘅顯眼位置上貼上交叉符號嘅告示，避免居民喺火警逃生時浪費黃金嘅逃生時間去嘗試使用呢啲停用嘅設備。亦需要喺大廈嘅當眼位置貼出新版本嘅通告，令居民清楚知道工程嘅時間同埋停用嘅系統。此外，通函仲引入咗電源封條，消防處要求業界喺消防裝置電源開關掣上面貼上封條，正常供電狀態就綠色，如果有故障或者電源關閉就用紅色。封條係一次性使用，搣開過就會有痕跡，業主或者管理人員喺經過嘅時候就會輕易發現異常，可以立即舉報或者作跟進。我哋業界而家每次檢查後都會喺開關貼上電源封條，標明承辦商名稱、編號同埋封條張貼嘅日期。如果有需要，更加會貼埋損壞告示。工程完結後，承辦商就會即時向消防處提交完工通知書以及消防證書，立即移除所有損壞告示，並為總電源換返全新嘅綠色封條。消防裝置對保障市民嘅生命同財產至關重要，任何嘅維修工程都應該係盡快完成，將樓宇嘅消防風險減至最低。今日好多謝翁主席同我哋一齊講解，希望消防裝置承辦商業界同消防處通力合作，保障市民嘅安全。